今日咧，我想幫大家分享咧一個題目叫他喎，但係呢個係可以咁講士字旁嘅，講出呢位神真的存在嗎？他真的存在嗎？啱啱先呢個禮拜咧，話我啲血壓咧不斷破紀錄。另外咧都仍然係咧偏頭痛啊，應該係偏頭痛。我都諗啊，嗱，我信咗耶穌咧幾多年啊？應該係超過50年嘅啦。我都諗，究竟真係有冇神㗎？志剛，你唔係信咗神嘅咩？我講俾你聽。當遇到你人生生死邊緣嗰陣時候咧，你會乜嘢咧？你會諗係咪真係有神？我信嘅係咪好真實咧？他真係存在嗎？有一句聖經我一齊讀啊嘛，1、2、3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信有神。且信佢賞賜那尋求佢嘅人。我哋去到神嗰度，我哋首先咧要信有神。點解要信咧？因為咧神咧是個靈，好偉大。如果一個物質嘅話咧，偉大極有限嘅。你明唔明？物質偉大極有限嘅。嗱，譬如我當神好偉大，偉大過咧依個建築物大100倍都係有限嘅啫，大1億倍都係有限嘅啫。神係個靈，我哋眼睇唔到，因為眼睇唔到，我哋需要信。可能有人話啦，信就有，唔信就冇。我琴晚瞓覺嗰陣時都諗到一樣嘢，好犀利真係。你諗下幾犀利真係 ？send 個 WhatsApp 翻去香港幾乎我講到即刻收到係咪？你諗下幾犀利真係？呢個當然係人發現、人發明，但係如果唔係神，有一位背後一位神咁樣創造。電啊，行得咁快個方向，你話點能咁犀利咧？我問你而家有邊個你都開始怕咧坐長途機㗎？我怕坐長途機嘅，坐長途機啊！但你諗下，佢竟然一撳掣就即刻長途機去到我度，你諗下幾犀利你啊嘛？我問你，我哋睇唔睇到 WiFi 啊？眼睛睇唔睇到 WiFi 啊？睇唔睇到啊？睇唔睇到啊？但係有冇啊？今日我相信大家都知，有好多你睇唔到，但係都可以有嘅，係咪？啱唔啱啊？嗱，望住我，你而家匿埋眼，你睇唔睇到我啊？你匿埋咗眼睇唔睇到我？睇唔到我咪？但我喺唔喺度啊？我真係喺度，空氣睇唔睇到啊？睇唔到，但係真係喺度。今日世間上邊有好多嘢，我哋眼睇唔到，但係真係喺度。因為我哋睇唔到呢位神，我哋需要信。但係今日好多跡象證明呢位神嘅存在。到底有冇神呢？第一樣嘢。有啲人話自己係無神論者，咩叫無神論者咧？經過嚴謹嘅考察，無神嘅你有冇諗過？你有冇經過考察咧？你有冇經過論證咧？你有冇經過推敲？有冇經過理性嘅思考之後，你先至話冇神咧？我都想向我條屋村裏邊以前嘅一個鄰居傳福音，佢係一個博士嚟嘅。我向佢傳福音，
但佢自己只能夠都唔會稱自己做無神論，佢只能夠稱自己咧係不知論啊，即唔知道有冇，佢都誠實，只能夠講唔知有冇啫咁嘅樣。可以咁講，幾乎係冇人真係經過考察、論證、推敲、理性嘅思考，先至話係冇神嘅。佢哋唯一嘅證據就見唔到啫。頭先我講過啦，好多人見唔到，但係你覺得好奇妙，真係喺度。今日最低限度有兩個嘅證據嘅。第一係外邊嘅，就係創造界，一般人稱做自然界啦。特別俾我哋好理性、理智。原來今日信耶穌咧係好理智嘅，真嘅，好理智。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裏邊嘅證據，就係你嘅良心。良心喺邊度啊？有邊個覺得良心係喺你個肺嗰度嘅？舉手。喺你個心嗰度嘅？舉手。但係有良心呢樣嘢嘅係咪？點解良心呢樣嘢？我諗個個都知道㗎。大家要乜嘢啊？人多要乜嘢啊？排隊嘅係咪？打尖係點啊？係唔啱嘅係咪？大家都共認嘅呢個，啱啱先？呢個共通嘅呢個，呢個就係你嘅良心。呢個係一個證據，呢個係一個可以講做感性啲嘅。我好細個已經問呢條問題啦。有一個細路哥問媽媽：我點樣嚟㗎？好搞笑添！我以前細個真係乜都唔識，我以為咧個 BB 一出世好細粒嘅啫，咁細嘅啫。跟住咧一見空嘅就會脹嘅。你諗下，能夠個 BB 咁樣生出嚟，媽媽我點樣嚟㗎？媽媽話咩啊？梗係媽媽生你啦，啱啱先？咁佢跟住又問啦：媽媽你點樣嚟㗎？邊個生啊？阿婆生啊，係咪？阿婆你點樣嚟㗎？太婆生啊，係咪？一路咁樣問，太婆點樣嚟㗎？太婆點嚟㗎？太婆係咪？一路咁樣問100次啊！阿媽咪點樣啊？第一個人點樣嚟咧？我細個都諗呢個問題，第一個人點樣嚟咧？真嘅，第一個人點樣嚟咧？啞口無言。原來今日真係有因同果嘅，有因果。每個果係因為一個原因，每個果因為一個原因。點解我高血壓咧？為食。好，我當為食先。無論點樣，每個果係一個因嘅。但係宇宙萬物指向一位神嘅存在，呢個就第一因。假如就算當大爆炸論係成立嘅，宇宙係經過一個爆炸而嚟嘅。第一，爆炸嗰粒嘢點嚟咧？邊個令佢爆炸咧？爆炸之後點解一切咁和諧咧？所以證明一定有個第一因。聖經咁樣講，出埃及記3章14節，我一齊讀啊嘛，1、2、3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原來今日呢位神咧，聖經講我呢位神係點樣咧？佢就係第一因。佢話佢係自有嘅，自己喺度嘅，自己喺度。亦都因為自己喺度，佢一定係最偉大嘅。點解咧？你殺佢唔死嘅，一殺死佢，佢又會自己喺度。佢唔知自己喺度，永遠喺度喎。呢個就係第一因，係佢創造人，係佢創造整個物質嘅世界。你知道整個物質世界，你知道山啊係冇智慧嘅，山有冇智慧個山？我講過啦，我以前細個都好中意颱風嘅，因為可以放假嘛，係咪？颱風係咪有時速幾多里嘅？係咪？我問你，颱風識唔識行噶？颱風識唔識得我轉角轉去幾多噶？
颱風係冇智慧嘅，冇自己控制到嘅。好寶貴，今日即係個第一因，我係自有永有嘅。我一齊讀啊！1、2、3，起初神創造天地，起初就係神創造呢個天地。而家啲科學家咧覺得咧，呢個天地啊有成大約130幾億年嘅，好耐以前。咁我當呢個啱啦，130幾億年咁樣創造天地。另外跟住之後咧，神造人啦，我哋一齊讀好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造人做到好尊貴嘅，做到乜嘢咧？做到係似神嘅，係咁尊貴嘅。我哋睇一睇整個，我暫時用翻自然界先啦。其實係創造界呈現出智慧，好有智慧啦嘛，好有目的，好和諧，證明咧背後一位智慧嘅設計者。呢張台，你知唔知之前呢張台係點擺㗎？呢張台咧，之前咧係拍賣嚟嘅。我仲記得我哋咧呢個聚會之前咧都仲有另外一個聚會嘅。咁有一次一個人咧嚟探我哋，佢話拍賣唔係好嘅，拍翻開啲啦咁。咁我跟住拍翻開啲，當佢有原因啦，咁樣，所以我聽佢講拍翻開啲。淨係張台啊，拍埋定拍開都有智慧，係咪？啱唔啱啊？我哋通常嚟講咧，擺凳咧，呢度擺8張嘅，呢邊又擺8張嘅，前5行擺8張，後5行咧係擺7張嘅。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我哋有個廁所啊嘛，唔好貼咁近啊嘛，啱唔啱先？呢邊亦都係個門啊嘛，唔好貼咁近啊嘛。係咪經過好厲害嘅智慧所諗出嚟嘅？呢個智慧就我諗出嚟嘅。但係整個宇宙係咪擺凳咁簡單咧？係咪擺台咁簡單咧？我哋一齊讀好冇？1、2、3，耶和華就係神嘅名。1、2、3，耶和華以智慧立地，以聰明定天，以知識使深淵裂開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有智慧、有聰明嚟做嘅整個宇宙。我相信大家小學已經識㗎啦。水循環點解落雨咧？因為太陽蒸發啲海水上去，跟住經過咪跟住落翻嚟咁樣，咁簡單。但你諗下背後係咪有設計咧？蒸發上去之後唔識落翻嚟嘅會點啊？旱災係咪？又會識得蒸發上去喎。另外落雨好寶貴嗱，我唔知道香港黑雨係點樣啊？近期起碼落出嚟啊！起碼都係咩嘅？唔係成桶水咁樣倒落嚟嘅，係咪？有冇試過你落雨成桶水咁樣倒落嚟啊？你諗下，好似個花灑咁嘅形式，舊雲，你諗下幾咁奇妙？聖經咁講，然而神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，就如常施恩惠，從天降雨。今日耕種嘅人都知道咧，個天係好重要，落唔落雨係最重要。我記得我初期咧，一個人向我傳福音，佢話乜嘢咧？你諗下水幾咁奇妙啊！一切都係冷縮，跟住點啊？熱脹嘅係咪？啱唔啱先？嗱，所以你見到我咧，冬天又會肥啲嘅，係咪？係定唔係？冷縮啊嘛，熱就點啊？脹啊嘛，啊唔係咁冬天個縮喎。咁梗係唔係咁樣啦？但係一切嘅嘢咧都係點啊？冷縮，跟住點啊？熱脹。但係竟然水唔係喎？點解咧？原來水密度最高嗰陣時咧係4度嘅下邊，以至點樣上邊能夠結冰喎？咁奇怪，點解咧？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冇雨冇晒其他嘢㗎啦。你諗下，水能夠咁特別，樣樣都係咁，竟然水唔係咁。
喺我度專登同你玩下，你話幾咁奇妙都有，啱咪先？你話冇神，背後冇設計家，點會咧？另外背後都要睇見神嘅愛，神有咩愛啊？梗係有愛啦！我最中意乜嘢啊？食魚啊嘛嚇！有人話聽日去 Bolton Martin 行一行，買翻啲嘢，梗係唔好啦！聽日我仲係血壓高啊！我點能夠忍手去到嗰度淨係買魚咧？蝦係我嘅朋友，龍蝦更加我嘅密友，墨魚係我嘅乜嘢啊？咁奇怪嘅，竟然天，好多人唔識寫個天字嘅。中國人個天咧係一，然後一個大字。原來中國人咧自古以來都信乜嘢？有位至大嘅神咧喺天上邊嘅。所以咧仲要講咧天收你啊！咩叫天收你啊？我問你，你會唔會做咗啲唔好嘅嘢？個天咧就會點啊？就會接埋收咗你。即係講到呢位神咧會收拾你。跟住天有眼，天在我也。結婚嗰時最重要咩啊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天咩啊？天賜良緣啊嘛，啱唔啱先啊？一切嘅嘢好奇妙，植物對人具有重要嘅作用，它為人提供糧食，啱唔啱先？有邊有食菜嘅舉手？植物而嚟嘅。跟住衣服，嗱就着個衣服我都查過噶，哇係咪有衣服？衣服係咪從植物而嚟嘅？第一棉啊，係咪植物嚟噶？仲有咧纖維有兩種咧，一啲咧就從石油而嚟嘅，一啲從植物而嚟嘅，咁樣樣咯。好啦，燃料我哋 BBQ 係咪？跟住住所，英國啲屋咧係木砌嘅，跟住藥物好多藥材係咪？玉桂係咪？但係植物又好奇怪喎，神造到植物竟然點樣樣咧？竟然咧經過光合作用咧，二氧化碳同埋水變成之後咧，能夠供應人所需嘅能量喎。我哋食咗之後能夠唔同咗喎，但係同時點咧？釋放氧氣。我哋呼乜嘢啊？我哋呼咩氣啊？二氧化碳。我哋吸乜嘢啊？竟然我同佢唔同喎。唔使大家鬥搶，聖經咁樣講，我哋一齊讀嘛。神說：天上要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節令、日子、年歲。太陽、月亮、星星，我諗香港咧，而家開始注意一樣嘢，因為香港經常打風，經常打風有一個叫做乜嘢啊？潮水係乜嘢？漲退係咪？啱唔啱先？潮水漲退同乜嘢有關聯啊？同乜有關聯？同月球係咪？啱唔啱先？啊，有陣時有天文大潮，聽過未啊？天文大潮，再加埋颱風，將啲水打落去，又唔同咗。好奇怪，太陽、地球、月亮。個地球係點樣傾斜咗咩嘅23度半嘅，以至我哋有4季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好麻煩㗎啦。喺英國嘅話咧，可能麻煩啲。另外個距離，另外個月球嘅側斜度，全部都係咩？都好奇妙。我未信主嗰陣時，有一次咧，我睇一本書。我從來唔知道咁樣嘅，因為我從來唔知道原來世間上邊整個宇宙有咁多星球嘅。原來而家點樣樣咧？科學家先至知道，約莫有1000億個銀河系，每個銀河系有1000億粒星。你諗下幾犀利？1000億個銀河系，知唔知叫1000億啊？個10、8、千、萬、10萬、8萬、千萬、億、10億、8億、1000億，你諗下
咁多個銀河系，跟住每個銀河系幾粒星啊？1000億粒星，你諗下幾咁偉大真係。當我睇嗰本書見到咁嘅之後，我就諗啦，真係點樣嚟㗎？真係係咪有位神咧？如果有位神，佢真係好偉大，真係佢能夠闖天造地。你諗下，我哋個銀河系啊，個直徑啊，竟然係咩光年？咩叫光年啊？1秒鐘光行得好快㗎，啱唔啱先？頭先我講過啦，我哋 WhatsApp 嗰啲幾咁快啊，好犀利真係。而家全世界人口80億，如果宇宙間有1000億個銀河系，每人有超過12個億，每人有超過咩啊？12個銀河系係咁樣分，啱唔啱先？你有幾多個啊？12個。我有幾多個啊？12個，全部都係咩？呢位神做嘅。啱唔啱先？所以你唔好有乜嘢啊，鵪鶉個心啊，真係嬲死我啊！你咪嬲死你咯！你話呢位神幾咁偉大咧？聖經講，當我哋信咗主耶穌之後，我哋成為阿爸嘅仔女。我嘅阿爸係做咩啊？做世界嘅。我嘅阿爸係乜嘢啊？淨係而家咁樣分啊，都分到12億個銀河系俾我啊！係咪12億啊？係12個啫，唔係12個啫。但係每個銀河有幾多億星啊？1000億喎，你諗下幾誇張？你諗下，啱唔啱先？俾粒俾你啊！你啊，俾2粒俾你啦。我仲有好多啊！你話幾咁偉大啊？真係。人嘅構造好奇妙嘅，奇妙在咧人有良知。頭先我講有良心，有智慧。你有冇智慧啊？你有情感。最近咧，我寫咗一啲歌詞，一個姊妹咧用 AI 幫我配咗首歌，都唔差嘅，真係都唔差嘅。但係有啲人咧覺得唔中意，因為佢點咧？佢冇情感啊！歌係最重要乜嘢啊？有情感。竟然有咩？有意志，能夠犯罪，能夠唔犯罪，能夠揀選神，唔揀選神。你諗下，全部指向一位美善嘅神存在。人係神創造嘅最高潮嚟嘅，神做一切嘅嘢為人預備嘅。正如一個媽媽，我問你，一個媽媽明知個仔女就快出世啊，我問你會唔會個 BB 仔生咗出嚟之後先至，哎呀識瀨尿㗎，紙片喺邊度啊？先至去買咧？佢一定為生個 BB 一早預備晒嘢㗎啦，啱唔啱先？今日一樣，今日人體嘅藝術家只係知道點樣個人係點樣畫嘅，啱唔啱先？我問你，我嘅手嘅長度由呢度到呢度，等於我身體嘅邊度啊？高度係咪？啱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咁啊，可能啲人畫到啊，原來係嘅，手嘅咁樣等於個高度咁樣。解剖學家只係按照每個器官嚟研究人身體點樣，有心啊，有其他嘢。細胞生物學家只係知道個細胞係點樣，分子生物學家只知道分子係點樣。但係我咁咧，人身體嘅奧妙奇妙，哇！真係難以形容，真係。我哋一齊睇人體嘅奇妙好冇？先望一望隔離先好確定佢係人定係機械人定係機械人。有邊個覺得隔離嗰個係人嘅舉手？好，放下手。好啦，佢係人。我睇睇個奇妙，一個總指揮部喎，係乜嘢啦？人嘅身體有邊個器官似乜嘢？指揮部啊？大腦好叻，好電話
網絡似電話網絡嘅係乜嘢？神經系統啊，神經系統就係我最近痛咧，我發現係神經嗰種痛嘅咁樣。電話收音係乜嘢？電話收音啊，耳仔，耳仔。我陣間講耳仔嘅奇妙，耳仔好奇妙嘅。照相機，眼睛，啱啱先？眼睛，化學點驗室，嗅覺同味覺，管風琴，咽喉，咽喉，水泵兼吸收器，係咪啊？心臟，自動過濾器係乜嘢？腎臟，化工廠，肝臟，運輸網絡係乜嘢？血液、淋巴系統、機動吊橋、骨肉、骨骼肌肉。人嘅腦都好犀利，人嘅腦啊，竟然你乜腦細胞幾多個啊？100萬、千萬、億、10億、8億，你諗下個腦啊咁多腦細胞啊，啱唔啱先啊？而且佢點樣有好多隻經落去，唔同嘅駁埋落去嘅，係好厲害、好奇妙。人嘅腦竟然可以裝到乜嘢啊？我裏邊裝到2500萬本書啊，裝到2500萬本書啊！你話我一生睇過幾本書啦？你話我一生睇過幾本書啊？其實我都好中意睇書嘅，我都好中意睇書嘅。但係既然我個腦能夠裝到咁多本書，另外 DNA 一講到 DNA 咧，我都投降噶啦，太深奧真係。淨係遺傳因子一個針頭大嘅容量啊，就足夠儲存500倍由地球推至月球書本嘅內容啊！所 DNA 所隱藏嘅幾多嘢咧嘛？啱唔啱先？另外，竟然每一個細胞能夠複製另一個細胞喎，另外，竟然點樣咧 ？DNA 裏邊儲存好多密碼喎，好多就係遺傳因子啊，各方面，你諗下幾咁厲害？太高深啊！呢啲一個胎兒，你諗下，精子、卵子。跟住慢慢一個細胞一個細胞一個細胞咁樣生出嚟。嗱，有人計過，呢個幾個科學機構研究出嚟嘅，一個人正常嘅男性細胞總共有幾多啊？36萬億，36萬億啊！我都諗緊嘅，原來我竟然身體裏邊，我當正常男仔啊，好冇36萬億個細胞啊！你望望我而家有36萬億個細胞喺裏邊，但係我預計咧，應該出年咧，我變成得31萬個細胞啦，31萬億個細胞，知唔知點解？係啦，我減肥。你諗下幾咁奇妙？乜嘢叫做萬億啊？另外，睇住我，彈1秒鐘，1秒鐘，原來我裏邊咧已經死咗咩咧？5000萬個細胞。我一眨眼，竟然點樣喺我秒鐘裏邊有5000萬個細胞又再咩生長？你話幾咁奇妙？你諗下，
你話冇神，人係撞翻嚟嘅，點會係咁樣樣咧？另外，受咗精嘅細胞竟然能夠發育到點樣？有唔同嘅器官，有眼耳口鼻，全部一樣嘅，啱唔啱先？另外好犀利，竟然喺媽媽個肚裏邊，竟然點解有羊水包住佢，令佢個震盪冇咁犀利。另外又有臍帶，即係供應佢嘅乜嘢？身體上面嘅一切嗰啲胎兒嗰啲應有嘅養分，啱唔啱先？我講俾你聽，我哋每一個人呢度中間每一個人，你曾經有一笪地方受過傷嘅，知唔知喺邊度？係啦，臍帶係咪？肚臍係咪？你話幾咁奇妙？人體毛髮嘅奇妙，原來人身體上面咧，除咗頭髮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毛髮嘅。好簡單，我哋睇一睇頭髮。頭髮有乜好處咧？能夠保個頭部係咪？啱唔啱先？另外咧，亦都可以點樣樣咧？唔同嘅髮型係咪？啱唔啱先？嗱，譬如我而家呢個咧係自動攣嘅，我呢啲嚇。以前飛髮嗰陣時咧，你好靚仔啊！你啲頭髮自動攣嘅咁樣，咁我梗係覺得我自己好靚仔啦，自動攣喎。我都唔知係咪自動攣靚啊！每個唔同。另外眉毛通常咧個人靚唔靚仔，特別男性毛粗定毛幼？你覺得粗定幼？有幾多個話粗嘅舉手？幼嘅舉手。你望下我粗定幼？我講俾你聽啊！眉毛有咩好處咧？可以阻擋啲咩？雨水啦，起碼可以咁樣濺一濺啦，係咪？汗啦，可以濺一濺啦，啱唔啱先？你諗下幾咁奇妙？跟住眼睫毛可以防止有啲咩啊？啲嘢侵入隻眼嗰度啦。另外鼻毛可以過濾空氣啦，啱唔啱先？另外隔粒底喺度隔底減少摩擦啦，啱唔啱先？我覺得好奇妙，真係好睇第二個，我覺得好奇妙。竟然眼眉毛喎！你諗一諗下，呢度如果有一條毛，呢度有一條毛，呢度有一條毛，呢度有一條毛，你覺得點樣樣啊？靚唔靚啊？竟然唔係下邊有一條毛，竟然呢度有一條毛。如果下邊一條毛嘅都未必有用咧，呢度竟然一條毛阻啲汗水，咁奇怪嘅。另外腸道上面亦都有毛嘅喎，氣管亦都有啲毛，點解幾奇怪？係咪？頭髮係向下嘅，係咪？頭髮會唔會一支支向上噶？頭髮向下嘅，啱唔啱先？啱唔啱先？但係原來人氣管呢度啲毛咧係會向上嘅撥上去嘅，我哋吐痰咁樣，咁奇妙嘅。好啦，呢度真係犀利。原來人耳仔裏邊咧係有呢三嚿骨嘅，有呢三嚿骨。呢三嚿骨咧喺隻耳仔裏邊，呢三嚿骨咧原來係造成一個乜嘢槓桿嘅原理啊，以致個聲音啊能夠咧聽得到槓桿嘅原理。呢三嚿骨第一樣嘢，能夠將個聲音咧能夠放大嘅，即係咁樣。但係亦都點樣？太大聲咧，佢能夠控制喎，又唔會太大聲。另外最奇妙呢樣嘢，呢樣嘢咧真係令好多進化論嘅人咧，令好多話冇神嘅人都啞口無言嘅。你知唔知原來你身體上有一個好奇特嘅，就係呢三嚿骨。人身體裏邊好多嘅骨都會長大嘅，係咪？啱唔啱先？我以前咁矮嘅，啱唔啱先？而家開始點啊？啲骨生長係咪？但係呢三嚿骨，人體內僅有嘅出生後唔會長大嘅就係呢三條骨喺裏邊。因為點解？因為佢造成一個槓桿啊，個比例啊，各方面槓桿咁樣樣啊。
你諗下幾咁奇妙真係？我問你咁多頭骨頭有冇智慧啊？啱唔啱先？咁多頭骨頭竟然點樣到咁上下都會散，但係竟然呢3嚿骨唔會散。你話係撞翻嚟，你話係馬騮扁，你話冇神，你諗下點解咁奇怪咧？考下你，原來人嘅耳仔唔係乜都聽到嘅聲音。你話點解唔乜都聽到啊？我想乜都聽到啊！如果你乜都聽到，瞓唔到覺啊！隔離間房再隔離間房隻蚊飛過，你都聽到，點瞓覺啊？當你去旅行嗰時，隔離間房話緊，哎呀志剛啊，邊個靚仔啊？哇！我都聽到啊，真係幾嬲啊！唔係乜都聽到。我問你，你估人嘅耳仔啊，聽到嘅聲音嘅波段大啊，定隻狗啊？狗嘅舉手，係狗。所以咧，好微細咧，啲賊佬嚟到啊，佢都點啊？佢都聽到咪？好啦，你個狗犀利定貓犀利啊？狗犀利定貓犀利啊？有幾多個覺得貓犀利嘅舉手？狗犀利咧，係貓犀利。人嘅手啊，我咁樣呢隻手啊，隻手。我其實咧最近痛咧，好想按摩嘅，但我發現隻按摩器啊，都冇隻手嗰種嘅感覺嘅。最好嘅按摩器，明唔明啊？隻手能夠識咩啊？揸爪係咪？爪能夠識乜嘢啊？攞嘢能夠識咩啊？握住個拳頭，識得乜嘢啊？呢個字點讀啊？你係嘛？鏈啊嘛？點讀啊？念啊？念獵啊！打獵個獵，獵係代表咩意思啊？鏈係咪？又識得咁嘅樣，跟住又識得咩啊？提攞嘢，識得點啊？拉，識得點啊？彈，咩叫彈啊？彈波子個彈咯，好咪？又識得咩嘢啊？撥開啲嘢，你諗下。另外手指頭公又唔介意喎，隻都係咁嘅樣。手指頭公應該都係咁啊嘛。如果都係咁嘅樣，咪好難拎嘢係咪？啱唔啱先啊？但手指頭公又特別同佢分開喎，係嘛？唔好輕按手指尾啊！手指尾有咩用啊？撩鼻哥啊，撩耳仔啊，仲有咧勾手指尾，勾手指尾。點解要勾手指尾嘅？點解唔勾呢隻嘅？一切都唔係偶然噶。我哋一齊讀我呢句聖經嘛，1、2、3。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嘅作為奇妙，這所深深知道的。我盼你睇到真係你受咗奇妙可畏，我盼望你真係深深知道。好唔知咁。人有尊貴，我係人。人係乜嘢咧？有榮耀，有良知，有廉恥，有道德感，有憐憫心，有崇拜嘅傾向，有愛同埋被愛需要，有永恆生命嘅追求。我覺得好犀利。神將永遠放喺人心裏邊，人可以諗到永恆嘅，人諗到永恆。知唔知咩叫永恆啊？永恆。點解黃金值錢啊？啲人覺得黃金係可以唔變啊嘛，啱啱先啊？啱啱先？
永恆。我一齊再讀好嘛？呢句聖經1、2、3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嘅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。神嘅永遠嘅能力，你諗下好幾犀利真係。神能夠做個太陽，一個火球燒咗咁多年繼續燃燒，能夠照到地球。神能夠計過地球同太陽嘅距離，你諗下幾奇妙啊！神嘅永能，科學家只不過係發現呢啲咁奇妙嘅嘢啫。牛頓係咪牛頓啊？唔係喎，唔係。哇！見到水係咁煲，係咪？哇！會滾咯喎！跟住發現咗乜嘢啊？原來咧可以我哋做乜嘢啊？推動啲嘢喎！原來啱啱先？我話過好犀利，即係你諗下，我琴晚瞓覺覺得真係犀利，即係你點能夠想像咧？如果你學我咁嘅年紀，再推翻50年前，有冇辦法諗到竟然咁嘅樣咧？我記得我20幾歲啊，喺加拿大啊，打電話翻香港啊，叫做 collect call 啊。咩叫 collect call 咧？即係要叫清楚，我揾邊一個人，瑞麟接聽電話，跟住開始計數，3分鐘100蚊港紙啊！你明嘛？但係而家你話幾犀利你嘛？你話係人犀利定還是神犀利啊？係咪人發明有電波啊？你諗下你諗下，即係想你諗下，即係難以想像，真係啱啱先？而家一部咁嘅機，我以前讀理工嗰陣時候都有電腦嘅，間房我未正式入過去，應該係間房嘅，都類似成間房咁樣，一部乜嘢？就係咁樣，而家呢部仲勁過我嗰陣時咁樣樣啊！啱啱先？你話幾犀利？你話神嘅神性，睇到背後嘅愛，我覺得係好溫暖、好有愛真係。人有道德意識嘅，最重要人係有良心嘅。良心絕對唔係進化而嚟嘅。人知道咧，人都係需要排隊嘅。人知道乜嘢咧？你食嘢，我食嘢，我夾咗你啲嘢嚟食，係一個乜嘢啊？如果未問過佢係唔應該嘅。你諗下，人竟有良心。另外，神造人做到乜嘢咧？我哋係會敬拜一位咧叻過你嘅人嘅。人係羨慕偉大嘅嘢嘅，所以咧揾明星簽名啊，揾一啲球星簽名啊，啱唔啱先？啱唔啱啊？揾啲歌星簽名啊，啱唔啱先？你唔會揾一啲乞兒啊，幫我簽個名啊！你唔會有呢啲幫我簽個名，你係會點樣樣啊？哇！有啲好偉大嘅人物係咩啊？簽名嘅。我有一本書好威嘅，因為呢本書咧，知唔知威在邊度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呢本書威在咧，有一個好出名嘅作家親筆簽名嘅，威唔威啊？人係有崇拜比自己更大嘅一位，就係一位偉大嘅神。有一次，保羅去一笪地方，佢哋拜緊偶像，佢哋寫咗話未識之神。跟住佢講啊，你哋所唔認識而敬拜嘅，我現在講俾你聽，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嘅神，就係天地嘅主。
佢唔住喺人手所做嘅殿，係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嘅神。今日基督徒信嘅就係以為神，我今日信嘅亦都係以為神。邊一位真神？創天造地嗰位先至係真神，係最偉大嘅。玩過 Scrabble 未啊？砌字咧，好多個英文字跟住砌啦，啱唔啱先？我問你，喺 Scrabble 將好多嗰啲一個個嗰啲字母拎出嚟，一撒落地唔得，再撒唔得，再撒唔得，撒10000次，你估有冇機會出一個 friend 咁樣擺法啦？嗱，呢個係一個英文字，代表朋友嘅意思 ，friend。我想你覺得都唔係容易，呢個唔止唔容易，呢個更難。能唔能夠擺出 You are my best friend？ 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咧？將一堆嗰啲字母抌落去，一次唔得，再第二次唔得，第三次最後抌到個 You are my best friend。點解難呢？因為呢度係有特定嘅複雜性啊！特定咗咩？呢個係一個英文嘅字嚟嘅，成個句子啊！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啊！你諗下整個宇宙幾咁多呢啲獨特嘅咩嘢複雜性嘅嘢喺度咧？你睇下你隻耳仔，頭先我講過啦，所有骨頭都會生長嘅，但係你隻耳仔裏邊，我3嚿骨到咁上嘅時候就停落嚟啦，唔會再生長，只有佢係咁。因為如果唔係咁嘅話，你聽嘢好難，你耳仔有障礙。呢個就咁獨特嘅複雜性。愛因斯坦一個好出名嘅科學家 ，E 等於 mc²，原子彈都係因佢嘅理論而有些少而嚟嘅。佢話任何一個嚴肅嘅科學家，當佢睇到宇宙咁深奧同埋和諧嘅時候，佢唔能夠唔想到有神，真嘅。一個劍橋嘅大學嘅天文學教授，佢點講咧？相信生命係偶然誕生嘅，就好似用龍捲風橫掃物件之後，能唔能夠裝成一架波音747嘅客機咧？最後得出嘅總結就係必定有一位神。當我量血壓嗰陣時候，我同呢位神講：主啊，你永遠唔會撇低我。當我經歷過病嘅期間，主啊，你係真，你能夠聽我祈禱，你能夠幫助我。聖經一早講出地球係圓嘅，係記載喺以賽亞書。以賽亞書咧係公元前730年，當時係周朝，中國嘅夏商周朝嗰陣時候，佢講出咩？神在地球乜嘢大圈之上。呢個圈咧唔係講淨係一個環體，而係講成個球體咁嘅樣。直到1952年。麥哲倫環繞地球一周，先至知道地球係真係圓嘅。麥哲倫環繞一周，知道地球圓嘅。以前啲人咧唔會相信嘅，直到乜嘢咧？衛星咧都拍到啦，地球個樣啦係點樣樣啦，咁嘅樣係。以前啲人咧以為地球係方嘅，所以我哋叫乜嘢？地方係咪？係咪？你邊笪地方等我係咪？啱唔啱先？你會唔會同佢講你邊笪地緣等我㗎？唔會㗎啦，啱唔啱先？以前啲錢幣咧係咁嘅樣嘅，係咪？代表咩？天係圓嘅，地係咩？係方嘅，咁嘅樣。同埋一本書叫咩？天圓地方啦，咁樣。另外咧，以前啲人咧即係都有些少以為咧，去到咁上下咧就會跌落嚟㗎啦。但係麥哲倫咧真係環咗地球一周。甚至一個叫地平協會嘅，又好犀利。神講到咩啊？地球係圓
我哋嘅心係心形，地球係圓。聖經講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生命，有乜嘢換取你生命呢？又如何呢？成個匯豐銀行係你嘅，又如何呢？假如我身家有幾十億，當我量到血壓咁高，可能我就諗緊啲遺產俾邊個呢？又如何呢？好寶貴，今日唯有呢位創天造就位真神，先能夠滿足你同埋我嘅心。另外一句聖經講咩呢？神將大地原作虛空，我覺得真係好犀利。喺嗰陣時候，邊度會有人相信個地球係圓硬虛空呢？一切嘢有承托，我一放手會跌落嚟。但你一早經講出原作虛空，原來有萬有引力。各位，神能夠將大地原作虛空。今日你有咩難處，神唔能夠幫你原作虛空呢？今日有咩難處，神唔能夠幫你承托呢？呢度中間有好多朋友咧嚟過好多次啦。我今日再講一個，我怕你睇見神嘅真實，但好寶貴，唔止有神，佢並且充滿咗愛，佢係公義嘅，因為人犯咗罪，本來要受刑罰，但因為神充滿咗愛，佢願意差愛子耶穌嚟到擔當你同我嘅罪，以致我哋信耶穌能夠罪得赦免，係真實嘅。如果神咁真實，如果同你冇關係嘅話，係另外一回事嘅。但好寶貴，佢今日歡迎每一個，佢能夠將大地原作虛空，佢今日亦都能夠將你一切嘅擔子